依家就戴上你對耳機，放下你部手機，閉上眼睛，靜心聆聽。聖經廣東話版創世紀第3章。耶和華神所造的，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。蛇對女人說：神豈是真說，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麼？女人對蛇說：園中樹上的果子我們可以吃，唯有園當中那棵樹上的果子，神曾說：你們不可吃，也不可摸，免得你們死。蛇對女人說：你們不一定死，因為神知道你們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，你們便如神，能知道善惡。於是女人見那棵樹的果子好作食物，也悅人的眼目，且是可喜愛的，能使人有智慧，就摘下果子來吃了，又給她丈夫，她丈夫也吃了。他們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體，便拿無花果樹的葉子為自己編作裙子。天起了涼風，耶和華神在院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，就藏在院裏的樹木中，躲避耶和華神的面。耶和華神呼喚那人，對他說：你在哪裏？他說：我在院中聽見你的聲音，我就害怕，因為我赤身露體，我便藏了。耶和華說：誰告訴你赤身露體呢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麼？那人說：你所賜給我與我同居的女人，她把那樹上的果子給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華神對女人說：你作的是什麼事呢？女人說：那蛇引誘我，我就吃了。耶和華神對蛇說：你既作了這事，就必受咒詛，比一切的牲畜野獸更甚。你必用肚子行走，終身吃土。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，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。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，你要傷她的腳跟。又對女人說：我必多多加增你懷胎的苦楚，你生產兒女必多受苦楚。你必戀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轄你。又對亞當說：你既聽從妻子的話，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樹上的果子，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，你必終身勞苦，才能從地裏得吃的。地必給你長出荊棘和泥來，你也要吃田間的菜蔬。你必汗流滿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歸了土，因為你是從土而出的。你本是塵土，仍要歸於塵土。亞當給他妻子起名叫夏娃，因為她是眾生之母。耶和華神為亞當和他妻子用皮子作衣服，給他們穿。耶和華神說：那人已經與我們相似，能知道善惡。現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樹的果子吃，就永遠活着。耶和華神便打發他出伊甸園去，耕種他所自出之土。於是把他趕出去了，又在伊甸園的東邊安設基路伯和四面轉動發火焰的劍，要把守生命樹的道路。